咁有次有個女客人問我，男朋友從來冇公開過佢哋嘅關係，到底佢係咪認佢女朋友㗎？有啲男人話低調係保護你，但係就連一張合照都冇喺佢個 IG 出現過。其實咁嘅情況就要小心注意。從易經數字能量學睇，電話號碼或者身份證有六煞或者五鬼嘅組合，就好容易吸引曖昧能量嘅對象。咁有六煞或者五鬼嘅磁場嘅人呢，就代表關係會唔穩定或者容易有第三者。咁原來個女客人嘅手機尾數藏有六煞磁場，就搞到佢成日遇到唔肯公開佢嘅男人，直到揾咗我幫手同佢換咗號碼，佢嘅戀愛磁場先開始改變。如果唔係，就會一直吸引到啲唔理想嘅關係啦。想知你係咪都俾感情空星纏身？留言 Luck 教你睇得明感情密碼。